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今個月嘅免費線上講座啊！我係陳海晴醫師。我哋今日講嘅主題呢，就係中醫看排毒反應。喺開始之先啦，都有輕輕問過大家，究竟你覺得咩係排毒反應啦，或者需要排啲咩毒啦？都見到大家非常積極嘅回應，有啲人話，例如可能係要透過排便啦、排汗、排寒、痰、打乞嗤、眼淚等等，將身體唔需要嘅東西排走，又或者排走啲食物嘅毒啦、病毒。有人就話就係排啲寒濕同埋暑熱，又或者有啲人就話排啲有過嘅病痛出嚟啦。呢啲都係我哋即係經常聽到我哋民間啦或者坊間講嘅一個字啦，就係排毒或者叫排毒反應啦。我哋希望透過即係今日嘅講座咧，再從一個中醫嘅角度啦，或者係一啲經典嘅內容咧，俾大家知道究竟咩係排毒反應啦，以及就係當我哋遇到排毒反應嘅時候，我哋應該去點樣去面對啦，或者係對應。而我哋通常即係我哋設計呢個講座啦，就係因為好多人去透過譬如改善生活嘅一啲方式，例如可能而家去到春夏天啦，開始做多咗運動，又或者係有啲人開始學習養生，例如可能早啲瞓、戒煙啊、戒酒啊，又或者係改善飲食習慣，例如可能變食素啊、食生等等，甚至係一啲再積極啲嘅方式啦，例如透過可能係針灸藥物嘅治療啊，各種嘅治療方式去改善身體嘅時候，往往可能會出現一啲好似新嘅身體反應啦。又或者係一啲症狀上嘅問題，好多人都會有疑惑，究竟係咪排毒反應啦，或者係我究竟點樣去看待呢一種嘅現象啦？點解好似改善生活嘅一啲方式，反而就會帶嚟更加多嘅症狀？所以希望透過今日嘅講座啦，俾大家知道可以更多關於呢一方面嘅經典嘅智慧啊，同時間就係究竟我哋所做嘅養生方式，或者係我哋即係好似向好嗰方面嘅生活嘅態度啦，究竟係咪真係適合我哋？因為有時我哋面對一啲新嘅反應，可能會有驚啊，或者會唔知係發生咩事啊，或者可能覺得自己越嚟越毒咁樣啦。所以希望我哋今日咧就可以一一解答啦。所以即係因為排毒反應啦，其實係有非常多種啊，甚至係每一個人咧佢所呈現出嚟嘅症狀反應都可能有唔同。所以我哋都透過我哋今日嘅會議聊天室啊，大家可以隨時打出嚟，例如你通常會有咩反應啊，或者你曾經有過啲咩經驗，等大家都可以知道。同時間咧就亦都可以當一個實例，我哋一齊去討論咁樣。我哋首先啦，都先釐清一下，究竟咩係排毒反應呢？其實頭先啱啱大家喺 chat box 度講嘅咁多嘅東西啦，都係一啲我哋常見聽到，可能係一啲叫毒素啦，或者係一啲有啲人就講埋啲風寒暑濕呢啲叫中醫嘅邪氣啦，都好似係一啲唔好嘅東西或者有害嘅東西想排出身體。事實上咧，排毒反應有好多個名稱啦，喺坊間又會稱為可能叫好轉反應，或者叫明原反應，或者叫排病反應。實際上咧，呢一堆咁多嘅名稱咧，都係一啲叫民間用語嚟嘅。事實上喺我哋中醫啦，係冇呢一個嘅用語啦。但係通常用呢個用語就係好似方便理解咧，或者係大家都知道係方便容易去明白嘅文字啦。而我哋即係喺現代社會啦，講嘅好多毒素啊，無論係西醫、中醫嘅用語咧，都會好似列入咗去排毒嘅呢一個嘅字眼裏邊。而實際上咧，就係中醫去睇毒呢個字啦，就係所有凡真係太過啦，或者係身體唔需要嘅東西，我哋都會稱為係一種毒啦。而其實我哋中醫去用一啲譬如藥物咧，其實都係可以叫做以毒攻毒嘅。而嗰個毒字唔係真係講緊話，可能係一啲有害物質，而係講緊一個叫偏性嘅作用啦，去以偏鬥偏嘅作用。所以排毒反應呢個字咧，本身就係一個民間用語。而我哋喺一啲嘅經典啦，或者係古書咧，都會常見到一啲可能叫做排毒嘅症狀啦。尤其喺一本古書《尚書》入邊咧，佢都有提到就係話，若不明原，勿缺疾忽了。意思就係咧，我哋呢個講明原反應啦，就係如果我哋用藥嘅時候冇短暫嘅可能頭暈啦，或者好似暈一暈嘅感覺咧，咁你本身個病咧就好難醫治啦，或者係唔會醫治到。
意思係我哋好似講緊食藥啦，去食中藥咁樣呢。咁你係應該大機會啦，係可能會出現一啲可能需要短暫嘅不適反應。咁你個病呢，先至係可以好似向愈啦，邁向痊愈，或者係一個好似一個向好嘅反應咁樣。咁所以我哋即係實際上咧，喺好多嘅醫書啦，甚至係一啲好傳統嘅經典咧，都係提及到好多嘅可能叫症狀啦，或者係一啲新嘅反應咧，係可預測嘅反應嚟嘅。即係我哋有時去醫病，甚至可能真係想邁向一個健康嘅體態嘅時候，我哋係要經歷一啲我哋叫做可預測嘅反應啦，或者係一啲常見嘅反應。咁啊，但係當然啦，我哋即係如果唔熟悉嘅話，就可能會驚啦，或者係會可能以為自己會食錯藥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再睇落去多啲呢，就係如果我哋真係用即係中醫嘅術語啦，我哋通常講話排毒嘅意思呢，就係有啲類似我哋中醫講嘅去邪啦，或者驅邪嘅意思，邪氣。咁啊，例如我哋中醫有六邪啦，或者六風咧，就係叫風寒暑濕燥熱，就係呢六種我哋身體唔需要嘅邪氣啦。通常講話太多啦，或者係太過嘅時候，就會變成邪氣傷害身體。咁所以我哋通常如果真係講話好似排毒啦，咁我哋都可以類似理解為中醫嘅一啲可能叫驅邪或者排邪嘅狀態。咁啊，而喺我哋中醫啦，有一部經典咧，就叫《傷寒論》，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佢係我哋醫聖張仲景嘅醫書嚟嘅。咁啊，佢實際上除咗係講緊點樣醫病啊，好多藥方之後咧，佢會喺好多方後邊去解釋，究竟我哋應該要見到一啲咩係想要嘅反應啦，或者係可預測嘅反應。咁我呢度舉少少例子啊，例如佢就會話係可能要取微似汗，即係要出少少汗，咪得吐啦，就係成呢個藥可能係要吐嘅，要嘔吐，或者咧就係小便當利，即係可能小便係會多啲啦，暢快啲通利，或者咧係當下血，即係可能食完藥之後咧就係會出血啦，或者叫屙血啦，甚至有啲經文都係講話會去下膿添啦，就排埋啲膿血出嚟。咁啊，又講到話啦，例如如果藥不下者禁服，即係如果我得唔到一個下法啦，即係講緊係可能大小便多啲、大便暢通嘅反應嘅話咧，咁我就要更加要再食多啲啦。又或者可能有啲方後邊啦，佢就寫就係食咗第一服之後咧，其人身如痺，就係嚟食咗啲好溫通嘅藥之後咧，個身體應該係會感受到可能短暫嘅一下子嘅麻痹啦，甚至係可能有啲跳動啊、吉吉地嘅刺麻咁。咁啊，我哋看似呢一啲嘅症狀，全部都好似好唔舒服啦，或者好似一啲新嘅症狀啦。咁但係往往咧，就係我哋可能食藥嘅一啲叫做好轉反應嚟嘅，即係我哋希望得到嘅反應嚟嘅。甚至佢都有講係，如果我得唔到咧，咁就應該係要加強劑量，或者係要食多幾劑去取得呢個效果。咁當然呢啲嘅即係好似症狀啦，或者係反應咧，其實有佢嘅用意，又或者其實佢係對應住個病。佢如果係好轉嘅話咧，或者叫進步嘅話咧，就應該要好似想要呢一種嘅症狀發生。咁啊，所以啦，我哋都再講落去。咁啊，究竟即係中醫去排毒啦，或者去邪，有邊啲嘅方法咧？因為如果我哋就咁講話，哦，原來所有好似嘔啊、吐啊、汗啊，全部都係好似要排走啲衰嘢咁樣啦。但係咁你都係要分，咁究竟我係排走緊啲衰嘢啊，定係其實我生病緊，我需要即係好似多咗個症狀係，其實係病多咗咧？咁所以我哋就要學習究竟我哋嘅常用嘅去邪方法究竟有邊幾種？咁啊，而我哋傳統中醫咧，其實就只有三大類嘅啫，就係一開始頭先都見到有人提及啦，就係汗、吐同埋下。咁如果狹義嚟講咧，就好似呢個畫面咁啦，汗就係出汗，講緊全身嘅皮膚毛孔可以出到汗液啦。吐就真係嘔吐啦，係嘔翻啲食物啊，嘔翻啲水啊，或者嘔翻啲氣出嚟啦。下咧就係去廁所啦，即係可能係包括大小便啦，大便同小便可能都會多啲，甚至係瀉出嚟嘅感覺。咁就係汗吐下呢三種。咁啊，而實際上啦，呢三種嘅方法咧，其實佢都係有對應到我哋身體嘅三個局部啦，或者部位去講嘅。
例如我哋汗啦，其實就係主要對應住我哋，尤其係上焦，即係如果我哋將個人體分成三部，上中下三焦啦。咁啊，汗發通常就係用喺我哋上焦嘅疾病啦。咁就可能係譬如發感冒咁樣啦，就係希望透過最表層嘅皮膚可以排走汗液咧，就可以去除一啲風寒暑濕邪氣。咁而即係狹義嚟講就係出汗啦，而實際上如果有廣義嚟講去形容汗發嘅話咧，都包括埋可能係一啲皮膚病，例如可能真係要出疹啦，例如濕疹可能要出水啊，要出血，或者有啲痕癢嘅感覺，又或者係一啲膿瘡，佢可能要個瘡係要排膿嘅，佢就要透過皮膚表面去排走呢一個，即係透過呢個症狀啦，排走一啲屈住嘅邪氣咁樣。咁如果對應係我哋中焦啦，即係中間，尤其係脾胃嘅位置咧，咁我哋就通常會用吐法去對應啦。咁所以一啲譬如消化系統嚟食錯嘢，咁你就可能身體會有智慧想即刻吐走，甚至我哋真係有時可能要催吐㗎，即係夾硬要，唔係夾硬嘅，即係要順住佢嗰個邪氣啦，希望往上咁樣吐走。咁啊，而喺廣義嘅吐法咧，其實都包括可能係你排走一啲好似痰濕，例如可能係流鼻水啊，或者係吸翻啲痰出嚟啊，咁都係屬於廣義我哋講吐法處理中焦嘅問題。咁而去到下法啦，就係處理我哋下焦嘅問題啦，因為佢最近嘅地方就係我哋嘅二陰，即係包括我哋嘅尿道同肛門，透過大小二便去排走。咁所以常見嘅下法咧，就係可能會透過小便同大便啦。而再廣義啲嘅下法都可能包括係，例如可能係肛門出咗痔瘡，咁你喺嗰度出血，又或者係女士要排月經嘅時候，可能要排一啲血塊啊、血啊，或者其他嘅邪氣，都可能會透過月經下血嘅時候去幫手。咁所以即係無論係狹義定廣義啦，汗吐下三法咧，佢都係即係對應住主要我哋上中下三個部分嘅即係一個症狀啦，或者係疾病。咁亦都係如果係你會觀察到啦，例如如果當你改變咗生活嘅方式啦，又或者可能係你真係服用咗一啲嘅藥物，出現咗任何一種嘅方法咧，咁你都可以對應翻，其實代表你個病大概係邊一個位置，究竟係上焦啊？就包括係心肺啦，或者係最表層啦，係中焦，尤其係脾胃，定係下焦，尤其係肝腎啦，或者係一啲小腸、大腸嘅地方、膀胱嘅地方，咁你就會知道究竟自己個病其實喺邊度，有更多嘅邪氣係需要離開身體。咁所以通常呢啲嘅方法咧，都係對應緊個病喺邊度，咁我就用最快嘅方法啦，又或者係最方便快捷嘅地方，咁佢就排走啦。咁所以我哋即係中醫去邪嘅目標啦，其實就係我哋透過扶正驅邪，即係我哋無論係用任何嘅治療方法啦，定係你改善恢復自己嘅正氣，希望呢個正氣係有力咧，可以將你身體唔需要嘅東西或者對你有毒有害嘅東西離開。咁所以佢一個過程就係先扶正，然後驅邪，令到啲邪氣係有出路啊！即係透過無論係汗吐下啦，或者甚至更多嘅方式咧，去離開，直接離開你嘅身體。咁啊，我哋所以即係如果去講中醫嘅排毒啦，或者去講中醫嘅驅邪咧，就主要係呢三種嘅最大嘅治法啦。咁啊，所以但係如果我哋簡單嚟講咧，其實排毒反應就係生病啦。意思頭先大家聽到啦，例如可能你真係食錯嘢，咁身體你都好有智慧，就係好想即係拱走呢個可能叫食物中毒啦，或者呢個毒素啦。咁可能最常見，如果你係可以往上走，咁可能就會吐翻出嚟啦。如果唔得嘅，可能你就係食完嘢之後就會肚屙啦。咁所以應該大部分人都有試過嘅，即係其實身體都會有，如果你係正氣充足嘅話，佢就會有呢個智慧，希望可以保護自己。咁然後你嘅正氣咧就會出嚟同你亢奮，就會幫你排走呢個邪氣。咁啊，但係咧，往往就係我哋要分清楚咧，究竟其實呢個即係呢個反應啦，究竟係我哋真係想有正氣可以充足，可以排走呢個毒素啊，定係其實我哋真係更加可能虛弱咗，或者係更加生病啊，更加係進入一個好似往下坡嘅狀態。咁啊，都少少問下大家啦，例如呢三條問題，其實都係好多人常見啦，或者我哋臨床上都會聽到好多病人去詢問。例如就係點解逢放假先嚟病呢？有冇人係逢放假先嚟病㗎？即係有啲人係逢週末啊，或者係放長假，
去旅行嘅時候病啦，又或者有啲人咧就係可能一辭職咧就病啦，又或者咧有啲人就係改變生活方式之後症狀反而多咗，例如可能有啲人咧就係瞓多咗嘅時候，例如每日開始早瞓，反而就更加腰酸骨痛啊，可能又甚至更加攰啊。有啲人咧就可能係頭先講啦，可能改變咗飲食方式，食啲更加有營養嘅東西，可能係有機嘅食物，或者係一啲可能偏向食素食生，係更加有能量嘅食物，反而咧就會更加多嘅症狀啦，包括可能係消化系統，又或者係整個人身體嘅一啲狀態。甚至有啲人咧就可能係食藥啦，可能我哋臨床上都會見到，可能食藥之後就會去廁所啊，或者會出汗啊，甚至可能會覺得發熱啊，或者真係嘔翻啲痰出嚟啊，更加辛苦。唔知大家有冇遇過呢啲情況呢？例如通常大家會遇到咩症狀呢？大家都可以隨便分享一下，因為呢啲係好日常生活嘅例子嚟嘅，而大家可能唔一定係長期去即係改善生活先會見到啊。可能有啲人係一晚可能瞓多翻，可能10至12個鐘就即刻腰酸骨痛啦。咁呢一個都係一啲好明顯，可能叫做一休息就即刻病啦。咁究竟呢啲係咩嘅狀態呢？因為好似我哋越想去改善健康啦，就會越生病。咁究竟呢個係咪正常呢？定係咪正確呢？咁而我哋往往需要知道嘅呢，就係點解變好先會生病呢？係啦，有人提到話，可能放假瞓得多呢就會頭痛啦。有人話放假放鬆，身體終於有精力去病，係亞健康嘅狀態。係啦，呢就係我哋今日要討論嘅，點解好似越休息或者越改善自己生活就會越多病？咁所以我哋即係今日嘅講座啦，最主要咧就係要為大家解決呢個問題啦。點解變好咗反而會病多咗呢？因為大家都好似唔想辛苦啦，即係人之常情，希望可以消除疾病。咁所以咧，接落嚟咧，我就要同大家講呢個係今日嘅重點啦，就係我哋喺中醫理解啦，疾病佢向癒嘅過程咧，會有3個重要嘅階段，亦都係大家都可以對應下，究竟你而家自己喺邊個階段啦。以至因為如果你知道自己而家喺邊個階段嘅話，你係可以好似有個預測或者係預示自己可能要經歷咩嘅狀況，去邁向痊癒或者邁向更健康嘅體態。咁我哋通常第一個狀態啦，就係我哋講話身體係十分虛弱。咁啊，所以當我哋一啲嘅邪氣，無論係風寒暑濕，或者可能講緊啲可能細菌啊、感染啊、病毒進入身體之後，正氣係冇辦法去對抗。咁所以當我哋正氣冇辦法去對抗，好似打交嘅時候，嗰個病痛嘅感覺咧，就可能比較輕，甚至咧就係冇任何明顯不適嘅感覺。即係好似啲敵軍入咗嚟之後，但係冇事發生，佢純粹就係住咗喺你屋企，佢同你一齊住，但係你又冇任何嘅抵抗。咁呢個係第一個階段啦。咁而第二個階段咧，就係身體係逐漸恢復健康，咁正氣開始稍為有啲充足啦，所以佢就可以開始驅趕邪氣，就會出現一個叫正邪交爭，正氣同邪氣一齊會打交，會打仗。咁而呢個時候咧，病痛咧就會更加突顯啦，甚至可能會真係有啲新嘅症狀出咗嚟。咁而我哋去到第三個階段啦，就係最後一個階段。當我哋身體係十分健康嘅時候，亦即係我哋嘅正氣係充足啦，咁我哋就可以一次過咁樣驅除邪氣，令到我哋嘅疾病啦或者係症狀消失，邁向痊癒。咁所以由1至3嘅階段咧，佢就好似係由一個弱啦，然後少少弱啦，以及去到正氣充足強實嘅狀態，3個階段去講。咁而大家都可以觀察下啦，就係即係呢3個階段啦嘅主體啦或者核心咧，其實就係講緊我哋身體嘅正氣。正氣意思就好似而家現代講可能叫抵抗力啦，或者係你嘅免疫力啦，亦都係我哋擁有嘅足夠嘅氣血啦，或者我哋正常嘅能量氣。咁佢係主要係針對緊就係你嘅正氣係究竟係虛弱啦，
足夠啊，定係非常充足咁樣去，好似去界定呢三個階段嘅。因為我哋嘅重點其實都唔喺嗰個邪氣嗰度，雖然我哋今日講排毒反應啦，咁但係往往我哋出現症狀嘅話，其實係需要我哋嘅正氣好似去幫你打交。所以如果你係身體非常之虛弱嘅話咧，咁通常我哋形容呢種狀態就好似係捱打啦，即係嗰個邪氣轉入嚟嘅時候，你就只可以俾佢傷害、侵害或者佔有、攻佔，咁但係你就冇嘢可以做到啦，就只可以默默地呆咗喺度睇佢繼續侵入你嘅身體。咁但係如果當你係有你嘅士兵，你有你嘅兵衛，你可以趕走呢啲邪氣咧，咁開始打交嘅過程，佢就會出現任何嘅可能叫反應啦，或者係真係有啲叫病痛突顯咗出嚟。咁而最健康嘅人咧，就係佢會有打交嘅過程。咁但係打交咧，通常就係可以一下子咧就打完啦，就係一個壓倒性嘅勝利啦。咁所以通常佢嘅維持嗰個症狀咧，可能會比較短。咁但係都有可能咧，就係一下子可能會比較激烈啦。但係激烈咗可能好短時間之後咧，咁就會痊愈啦。甚至係可能即係有病毒入侵嘅時候，都冇特別大嘅感覺，因為好快就已經可以清除到呢啲嘅邪氣啦，呢啲嘅敵人。咁啊，所以我哋最主要咧就係呢三個階段啦。咁而我哋去真係詳細去講嘅話，我哋通常講話疾病向愈嘅過程。例如，如果你本身已經係有症狀嘅話咧，咁通常嘅目標就係由2去到3啦。即係我哋希望可以打勝仗，用任何嘅治療手段啦，或者係生活嘅養生方式，去令到自己正氣再充足，打完呢個勝仗之後咧，咁你嘅症狀就會消失。咁但係如果我哋今日講嘅排毒反應咧，往往其實係由第1號開始嘅，即係由1至2啦，或者係1至3。往往可能係你就係本身太虛弱啦，所以你根本就係病唔起，或者打唔起交。所以尤其可能就係你開始改變生活方式，甚至係食藥啊、針灸各種嘅治療手段之後，反而出現咗新嘅症狀。咁你話究竟係咪真係新嘅病呢？往往就未必啦。其實係你本身有一個病根喺入邊啦，有邪氣喺裏邊，而透過你因為正氣開始恢復嘅時候，佢先至開始識打交，就重新出現翻一啲病痛出嚟。咁而當然，我哋即係所以排毒反應啦，主要就好似係1往2呢個時候特別明顯。咁而當你可以捱過咗1至2呢個階段，再正氣再充足啲嘅時候咧，打勝仗咧，咁你就可以進入第3個階段啦。咁所以即係我哋通常講話啦，就係排毒反應咧，往往就係解釋緊本身打唔起交，然後就會開始打得起交，然後就會好似驅走啲邪氣啦、毒素，然後先至可以回復翻去健康嘅一個過程。咁所以好似係點解好似更加辛苦呢？其實往往未必係個病越嚟越嚴重，其實係一個往上坡走嘅階段啦。咁啊，而就呢3個階段啦，我哋都用一啲嘅可能無論係疾病啦，或者係臨床嘅例子去講下啦。因為有啲人都問到，包括係感冒啊，或者係頭先有人問 cancer、癌症呢啲咧，都係因為啲好常見嘅疾病啦。咁所以我今日咧都準備咗3種嘅例子同大家去，好似用一啲例子分析下，俾大家再明白多啲啊。例如我哋最近咧都進入咗即係流感期啦，或者係一啲甲流啊高峰期咁樣啦。咁我通常講感冒咧，就係例如就算以前 Covid 都好啦，應該大部分人都經歷過。如果你真係要講1、2、3階段咧，咁我通常比較虛弱嘅人咧，佢就係發唔起燒，又或者可能中咗，你 check 到係中咗呢一個病毒，但係冇任何嘅感覺。例如可能純粹就係可能少少攰啊，有少少精神不夠，或者係消化不良，咁就係發唔起一個感冒啦。咁但係往往健康嘅人咧，如果真係要發感冒咧，佢應該係首先會出現頭痛啊、發熱或者發燒、發凍呢啲狀態。咁如果可能係比較弱少少啦，但係又未弱到話完全發唔起人咧，可能就係少少微燒或者低燒。咁其實都係即係講緊一個程度上嘅分別啦。如果大家去觀察，譬如一啲小朋友啊，或者一啲比較即係健康嘅青壯年咧，通常佢可能即係一受感冒啊，或者係吹一吹親咧，就即刻發燒發熱嗰啲嚟嘅。咁其實呢啲係比較健康啲嘅狀態嚟嘅。唔知大家有冇最上一次發燒係幾時嘅事啦？我成日問好多病人，可能係講緊我幾十年前啦，或者係幾年前啦，都係好耐之前。
咁其實呢啲未必係健康嚟嘅，往往就係因為身體太虛弱啦，往往受邪嘅時候，好一下子咧就已經入咗去裏邊，根本發唔起最表層嘅一啲病症，感冒、發燒啲。咁啊，所以即係如果向感冒咁講啦，佢就會有呢個即係症狀上好似一個強度嘅分別啦。咁我哋又講下，例如痛症咁樣啦。咁啊，大家可能有各種嘅痛症啦，例如頭痛啊、腰痛啊、手痛啊、腹痛啊、腳痛嗰啲啦。咁我哋即係痛症啦，佢都係一種叫做正邪交爭嘅狀態啦，即係正氣同邪氣打緊交嘅時候，佢就會產生疼痛嘅感覺。咁而好有趣嘅咧，就係有啲時候啦，譬如見到啲病人啦，佢其實成個面色啊、成個脈象啦，佢都應該係要全身好痛。但係有啲時候咧，的確係可能太虛弱嘅話咧，佢反而就會冇乜感覺啦，或者會覺得其實我冇乜嘢啊，周身都差唔多，冇乜特別唔舒服咁樣。咁呢啲就往往係因為太虛弱啦，甚至係可能叫做痛唔起嘅狀態。而我哋喺《內經》啦，其中一篇係講痛症嘅一段條文啦，同大家分析一下。佢其中有講到咧，就係話其不痛不仁者。咁啊，有啲人覺得可能我一直都冇任何嘅疼痛啊，或者行得走得啊，做運動都唔會特別痛啊。咁呢啲狀態覺得自己好似好健康咁啦。咁但係其實都有一種狀態咧，就係其不痛不仁者。不痛即係冇痛啦，不仁嘅意思即係麻木不仁啊，即係可能係真係冇任何嘅感覺，或者你點樣去喐佢啊，去做啲咩按摩咧，佢都唔特別有覺得疼痛啊，或者唔舒服嘅感覺。其實呢種狀態咧，我哋就叫做病久入心，即係嗰個病邪已經進入到去好深嘅位置啦，令到係嗰啲我哋叫有啲身體入邊呢啲正氣，例如胃氣啊、營氣咧，佢係行得非常之息啊，即係唔暢通，經絡係受到阻滯不通嘅病啦，令到我哋整個嘅皮膚根本就係唔可以受到營養或者係濡養，而產生咗不仁呢個狀態。咁所以好多時，如果你係冇特別疼痛，甚至係好似冇乜真係冇乜知覺啦，麻木不仁啦，係未必係一個健康嘅狀態嚟嘅。有啲人可能的確係佢真係發唔起病，而透過可能頭先人話啦，譬如瞓耐咗之後產生頭痛咧。其實可能就係因為我哋透過休息之後正氣恢復，佢會重新可以打交。例如，如果你係本身個頭有邪氣，佢就會喺呢度正邪交爭而出現頭痛。例如，如果你本身腰係有一啲嘅，例如可能寒濕啦，或者最近落雨天，有啲人就可能會關節痛啦。可能往往都係可能係休息完之後就會疼痛更加增加，或者係疼痛嘅範圍都增加。咁其實呢一個就係開始打交嘅狀態啦。希望可以透過即係產生呢個疼痛啦，去好似排走一啲嘅我哋唔需要嘅邪氣。咁呢啲係一啲叫痛症，頭先講嗰個1至3嘅階段嘅分別。咁啊，而去到頭先都有人問啦，癌症方面，癌症啦，例如好多人因為本身癌症啦係一個即係現代醫學嘅名稱啦，咁佢都係包括例如一啲可能係腫瘤啊，或者係發現癌細胞，或者係真係有啲嘅積塊嘅問題啦，中醫叫做積聚病。咁啊，積聚病咧，其實係講緊我哋好似由感冒係最表層嘅話咧，咁癌症啦，或者講積聚病咧，就係最深層、最裏層嘅病啦。就係你啲尤其寒氣啦，好似一步一步深入嘅時候，去到最後尾，甚至從無形嘅寒氣變成一啲有形嘅積聚物，甚至可能有淤血啊、濕氣啊、痰濕啊，一齊一籠統咁樣集合埋一齊，一個好大嚿嘅邪氣啦，或者好大嚿嘅毒咁樣啦。咁啊，但係往往我哋喺即係現代好諷刺咧，就係好多人嘅癌症咧，佢未必真係自己發現嘅，好多人係透過可能一啲定期嘅身體檢查，又或者可能有醫生建議你去 check 一 check，然後就突然間發現咗我癌症幾多期啦，甚至係可能癌症第3期、第4期，甚至可能突然間話咧就係你可能得返幾個月命咁樣。咁有啲人可能就會覺得係意外啦，即係覺得可能係我平時都冇病冇痛㗎喎，又感冒又冇啊，又冇發燒啊，又冇邊度痛啊，又冇唔舒服，點解突然間個天要送我個咁嘅意外俾我咧？我究竟發生咩事咧？咁其實往往如果你係冇任何嘅症狀啦，或者係好似冇任何嘅感覺去感受到自己係心入邊已經咁重嘅癌症嘅話咧，其實就係已經處於喺一個好似頭先講第一個階段啦，成日都係有啲病症係發唔到出嚟，
咁所以反而係要透過一啲儀器，真係透過往內看，你先至可以見到一個症狀，去提醒你，哦，原來你真係好病啦。咁所以我都聽過一啲即係西醫朋友講啦，佢都見過好多癌症嘅朋友，問佢有冇邊度痛啊？咁啊，往往都話可能答佢係冇啊，或者係得好少啦。咁所以其實因為好多人都係已經去到一個好深入嘅病，甚至係身體好虛弱啦，佢根本病唔起、發唔起。咁所以咧就只可以透過一啲可能數據啦、儀器去偵測到。咁所以我哋即係有時都好無奈啦，就係有時可能想提醒個即係可能親朋戚友啊，或者身邊嘅朋友病人，同佢講你已經好病心重啦。咁但係佢未必聽得入耳咧，係因為佢可能真係感覺唔到，佢真係麻木不仁，身體太虛弱，真係打唔到勝仗。而往往我哋去醫治各種嘅疾病都好啦，如果係要從一去到二，即係要去補翻啲正氣，令到個正氣充足，扶正驅邪嘅話，咁佢可能真係會出現更多嘅症狀，甚至可能一啲好似更辛苦打交嘅症狀，佢先至可以真係邁向健康，或者係邁向翻一個即係起碼叫做冇病症嘅狀態啦。咁所以呢啲係一啲嘅我叫常見嘅例子啦，都俾大家再認識多啲。咁而所以即係大家聽到頭先個過程啦，或者一啲例子嘅時候，都會發現，通常我哋如果係好轉先嚟病嘅話呢，其實係表示緊你過去嘅身體實在太虛弱啦。咁而呢一種狀態啦，唔一定係講到話我要發現癌症啊、大病先至去咁樣去提醒自己。往往我哋喺日常生活其實都有好多嘅可能小症狀啦，或者係啲小提示。例如就係有一啲人嘅疾病啦，或者係症狀呢，通常可能係夜晚先會加重嘅。例如可能夜晚會咳多啲，或者係瞓覺突然間咧就會熱醒。最近天氣炎熱啦，突然間好多人話都會瞓瞓下覺熱醒啊，或者有啲少少發燒感啦。又或者係可能瞓醒起身嘅時候，先至可能會打乞嗤啊，會邊度周身痛啊。咁呢都係因為我哋要即係透過我哋去到夜晚休息，咁個病先至發得起。而甚至就係我頭先講啦，有啲人可能就係一放假啦，去到週末啊，唔需要工作嘅時候，或者真係可以去旅行放鬆啦，甚至係講緊真係退休啦，咩都唔使做嘅時候呢，反而就更加多嘅疾病喎。咁呢個時候往往就係講緊你平時真係我哋叫得閒死唔得閒病啦，即係一定要好勞累啊，要工作啊，咁你根本係冇呢一個嘅精力啦，或者係冇呢個時間去生病。而另外就係仲有一個好常見啦，就係婦女嘅生理週期，即係月經啦。好多嘅疾病，例如可能係月經嚟嘅時候，或者月經前啦，先至可以。譬如有啲人就係會下腹痛啊、腰痛，或者係乳房、胸口會脹痛，或者係我哋有啲叫經前嘅頭痛啦。咁都係往往反映緊就係因為女士其實最健康每個月咧，就係嚟月經之前，就係你未失血之前啦，氣血儲得最多嘅時候，呢個時候先至可以即係趁呢個時機去發病啦，亦都係代表緊你本身整個月啦，甚至係幾個月前啦，過往嘅身體咧都係太虛弱啦，發唔起病，就只可以喺即係生理週期嚟嘅時候啦，先至可以發病。如果我哋講一年嘅話呢，咁我哋通常就係講，尤其夏天，甚至係盛夏啦，講緊係天地嘅無論氣血啊、陽氣比較多嘅時候，有啲人可能呢個時候先至會發病，例如可能係鼻敏感啊，或者係一啲咳嗽啊，或者係一啲疼痛，先至喺呢個時候發呢，都係代表緊你其他4季、其他3季啦，或者係全年呢，都係太虛弱，發唔起病，要借助呢個天地嘅陽氣，你先至可以有即係有多翻少少症狀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觀察下，如果你都係有呢啲嘅好似提示啦，或者身體嘅一啲信號話俾你知呢，咁都代表係你而家好似係一個一同二之間嘅過程啦。即係平時就可能係一啦，太虛弱冇乜感覺，而當我哋真係借助環境啊，或者係心理上休息完之後比較好嘅時候，想發症狀呢，咁就可能有少少去到邁向二嘅過程啦。咁啊，亦都係講緊就係平時就係因為總體嚟講啦，平時就係太勞累啦，唔夠正氣去對抗疾病，所以就往往係透過要休息嘅時候，正氣逐漸恢復咧，先至可以出現正邪交爭。咁啊，通常呢啲疾病啦，或者啲狀況咧，就係唔代表你係冇病嘅。頭先講話啦，如果你冇病冇痛咧，未必係一定完美嘅健康，有機會可能係你個病根其實一早係埋伏咗喺你嘅身體入邊，只係透過正氣比較充足嘅時候咧，先至可以重新
感受到你嘅病痛。咁所以就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啦。咁我哋往往就係因為可能好多時候即係有病症嘅時候，即係可能叫正氣恢復咗啦，或者休息咗之後有病症啦。咁但係又未必有一個正確嘅調養或者係治療。咁可能當過咗嚟，可能月經之後啲症狀又消失啦，又或者又去到秋冬天咧又冇咗啦，又或者去到朝早咧啲症狀又冇咗，就以為自己好返。但係如果佢嗰個症狀係不斷重複地發生啦，又或者其實透過我哋一啲嘅診法啦，去知道自己其實仲有一個病根嘅話，咁都代表係你個病其實係未醫好嘅。所以我哋有一句送俾大家咧，就係曾經欠交嘅功課係點都要補交嘅。即係你有一個病根啦，進入咗你身體，可能已經埋藏咗好深嘅地方，係你冇被察覺啦，甚至係你經常忽視冷漠嘅症狀啦。咁我哋欠交功課啦，即係我哋冇好好去醫呢個病，或者冇好好去正視呢個症狀嘅時候呢。咁如果你真係想邁向健康，想希望自己有一個更加健康嘅身心啦，咁你係的確係需要好似經歷頭先個過程，就係要補交功課，可能你就會經歷一啲叫排毒反應啦，或者係可能有少少辛苦嘅症狀。咁所以喺度咧都提提大家啦，就係欠交功課嘅意思咧，往往就係可能你已經重新經歷緊個症狀，或者其實已經生病緊啦。我頭先講話，某程度上排毒反應都係一種生病啦。就往往就係因為你生病嘅時候，可能就係採取緊一啲叫抑壓嘅手段，例如好多人都係譬如發燒嘅時候，咁就退燒啦；咳嘅時候就止咳，有痰嘅時候就止痰，瀉嘅時候就止瀉。仲用一啲好抑壓啦，或者係一啲好強烈嘅方式啦，好希望可以即時解除嗰個症狀。咁啊，症狀解除咗啦，即係好似解除咗嗰個標啦，治標。但係有機會就係將嗰個病根重新咁樣壓翻落去，甚至往往好多一啲叫做好強烈嘅抑壓手段啦，例如好似癌症咁樣，你去消除嗰個癌細胞，或者做好多好強烈嘅電療啊、化療啊，或者食啲好強烈嘅去瘀啊、排毒嗰啲藥物啦，其實有機會都好傷身嘅，即係佢係會傷及到你身體嘅正氣。咁當傷及到身體嘅正氣嘅時候，咁有機會你可能就會即刻掉入翻去頭先第一個階段啦，就係正氣太虛弱，症狀的確消失咗，但係有機會就係佢就係發唔起病。咁所以往往就係如果你真係想調養啦，可能真係會有一個需要一個心理建設或者一個心理準備啦，係會重新經歷翻啲症狀。所以喺即係臨床上啦，我哋平時都可能會花好多嘅時間。又唔係安撫嘅，但係其實係一個預測啦。知道就係如果有啲人調養嘅時候，可能真係會重新發翻啲病出嚟喎。例如好似最近即係春天，好多人嚟臨床見到好多濕疹病咁樣啦。往往有啲濕疹嘅病人咧，你去一調養嘅時候，可能真係會行多咗，尤其夜晚嘅時候行多咗，或者會滲水。但係往往如果佢透過即係堅持啦，或者係繼續去捱過啦，去捱過呢個難關嘅時候，有時候可能真係發一個感冒啊，甚至係出疹之後咧，咁佢濕疹就會真係可以開始散走，而唔會再重新咁樣去反覆叫做生病，或者叫反覆不愈。咁所以呢啲就係好似係一啲比較辛苦嘅過程，咁但係往往其實係代表緊我哋身體嘅正氣真係開始充足，咁所以就會好似真係生病咁樣啦。咁啊，所以我見到啱啱都有啲問題問啦，係咪所有嘅疾病都係向瘀呢？究竟我哋點樣去判斷身體其實係排緊毒啊，定係變得更加毒呢？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㗎。我哋雖然好似一開始就話哦，排毒反應就係生病啦，或者會調翻轉生病就係排毒反應啦。咁但係的確有啲情況，實際上啦，有啲人可能真係叫做變得更毒嘅意思，可能真係更加生病啦，或者係更加好似往內走啦個邪氣。咁因為呢個問題其實係考慮緊一個叫做疾病嘅順逆啊。順逆嘅意思就係如果順啦，就係往向瘀嘅方向。疫病意思即係其實係誤治啦，或者係將嗰個邪氣往深入內走嘅方向。實際上呢個問題啦，要喺度回答大家嘅話咧，係非常之困難嘅，係因為我哋即係臨床專業嘅醫師啦，我哋要去判別一個疾病嘅順逆咧，都係要花時間，而且係要非常仔細，要非常謹慎嘅。例如係起碼要去叫做判斷緊你而家整個嘅體質啦，以及可能係要再對比埋你過去嘅身體狀態，要逐個分析你嘅症狀，要睇晒你嘅面色，要把脈去
叫四診合參，佢先至可以真正知道你一個疾病究竟係向好啊，定係向壞嘅方向。咁所以佢係一個即係好似需要一個專業嘅判斷啦，而且佢唔係一個話咁簡單就話哦，你係向順向逆，佢甚至可能係有更仔細嘅分類啦。咁但係喺度即係如果一般人嚟講啦，我哋都用少少嘅角度去同大家解釋啊。起碼啦，我哋通常講話，如果你真係經歷緊可能一啲嘅症狀啦，或者排毒反應，或者好似有啲新嘅症狀重新出現嘅話，咁啊，如果最簡單嘅感受啦，就係如果往順嘅話咧，咁啊，總體嘅身體應該係會感受到越嚟越強壯嘅。例如好似頭先講嚟汗吐下咁啊，假設你發感冒嘅時候，我出一身汗啦，咁應該係排完一身汗之後，你就可能係會個身體係感受到全身係爽利啦，或者係甚至可能你真係做一啲嘅檢測，可能個病毒真係離開咗你啦，身體更加強壯，更加精神。又或者可能有啲人就係可能食錯嘢之後啦，即刻去咗廁所屙咗瀉咗之後咧，咁應該係唔會越瀉越攰嘅，或者係唔會越瀉越好似越嚟越虛弱，逐漸變弱。咁通常如果你係逐漸變弱啦，甚至係可能越嚟越冇精神嗰啲咧，咁的確有機會可能係叫疫病啦，真係可能真係叫越嚟越毒啦，有更多嘅毒素積咗喺身體，令你即係正氣更加越嚟越虛弱咁樣。咁啊，所以實際上啦，如果真係要講呢個問題，需要好仔細謹慎咁去診斷啦。咁但係最基本啦，尤其係如果你係好積極咁樣去做緊一啲改善生活嘅方式，例如可能改善生活起居，增加休息啊，又或者係早啲瞓啊，去跟住呢個4時嘅養生，又或者係頭先講飲食啦，或者係運動都開始改變緊嘅時候，咁你最基本咁你都可以分別到究竟你嘅身體好似係越嚟越強壯啦，定係越嚟越變弱咁樣。咁呢個都可以即係起碼判別到大方向係順定係逆啦。咁啊，而當我哋啦，如果真係懷疑出現緊排毒反應嘅時候，要點樣對應呢？咁啊，喺呢個情況呢，我哋都有少少問題問大家啦，就係如果我真係懷疑自己出現緊排毒反應啦，我究竟應唔應該需要求診醫生呢？即係我應唔應該去睇病呢？應唔應該去見醫生呢？因為即係頭先講排毒反應，即係生病啊嘛，我應唔應該去見醫生呢？例如我今日我休息完之後真係頭痛啦，咁我應唔應該去見醫生呢？有啲人就話要，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因為大家可能日常就係每日都可能經歷緊呢個排毒反應啦，或者好似一個生病嘅階段啦。咁啊，而往往回答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哋最主要要理解嘅咧就係一個診斷治癒能力嘅程度啊。有啲人話要睇啦，有啲人話唔要睇。咁其實係關乎到你診斷治癒能力嘅程度。點解咁講呢？就因為其實我哋往往出現緊排毒反應啦。如果真係講緊由頭先第一個階段正氣虛弱，去到第二個階段正氣開始稍為充足，出現正邪交爭嘅時候，其實佢係一個自己向癒嘅過程嚟嘅。即係佢其實真係身體有智慧啦。當你真係正氣恢復嘅時候，佢會自然就可以排走邪氣啦，又或者係消除呢個疾病。咁所以的確有啲時候，可能如果你係比較輕微嘅，即係可能。真係可能，譬如休息完之後頭痛，頭痛一排之後咧，咁就冇事啦。咁呢啲就反映緊你係有呢個能力去治癒，即係有能力係自己好返，而唔會重新咁樣去反覆發作。咁啊，但係而往往就係好多人佢的確出現排毒反應嘅時候，佢可能會拖好長，或者係會有少少反覆，例如由1去到2，2本身可能要去3嘅時候，又去返2，去返1，即係好似有一個即係高低起伏啦，或者係成日都好似有一個順逆啊、正邪好似拉扯嘅狀態。咁啊，所以我哋通常咁樣講啦，其實係無論即係任何嘅新病啦，即係唔係淨係講排毒反應，任何嘅新病咧，都係可以睇醫生。睇醫生嘅意思就係最緊要係有一個叫診斷啦，或者係有一個好似一個專業嘅角度，令你知道而家嘅身體狀態究竟喺邊度。如果你真係可以，如果你係叫做啲叫輕病啦，或者係身體嘅治癒能力比較高嘅話，
咁如果你又遇到好醫生嘅話呢，咁通常你去遇到個醫生，你清楚咗自己個人體質嘅階段，或者可能一啲真係可預示嘅反應之後，可能個醫生就會教你點樣去。例如係生活嘅起居啊，點樣去改善飲食啊，或者真係一啲叫情志，即係情緒思想嘅調整嘅話呢，咁你可能的確係唔需要特別食藥啊，或者做一啲其他嘅治療手段，咁你就可以即係順住自己身體往即係邁向呢個向隅啦，或者頭先講話順住呢個病情去邁向健康。咁但係同時間咧，就係如果你真係被診斷咗啦，你係知道你係冇辦法咁樣去短期治愈，例如可能真係講緊由你一去到二啦，或者咁樣講啦，由你本身正氣虛弱嘅狀態，可能已經係非常之多年啦，以年計啦，甚至係啲疾病反覆不愈，你要邁向二，可能要經歷二頭先講正邪交爭嗰個階段，可能係非常之長。有啲人可能如果真係透過即係治愈嘅過程啦，佢可能真係講緊幾個月，甚至係幾年或者幾十年嘅過程，好似一路反覆咁樣有啲症狀出嚟啦，好似真係頭先講要還債啊嘛，補交功課。咁如果佢真係未必能夠短期治愈嘅話，咁的確如果係透過一啲可能叫針藥嘅治療手段啦，就可以加快呢一個排毒反應嘅進程啦。係啦，咁所以頭先都有啲人話，視乎係順定逆啦，或者係小排毒就唔使睇醫生，睇情況。如果病徵嚴重就會睇咁樣。係啦，咁所以即係我哋通常就係講緊有一個診斷啦，或者係可以觀察自己治愈能力嘅程度啦。咁所以往往我哋喺，尤其我哋診所啦，我哋經常都會有一個，尤其有一個諮詢啦，叫整全諮詢啦，就係花好多時間咧，都唔係開藥嘅，係講緊同你講緊你個體質究竟係點樣啦，或者甚至真係教你究竟嚟一個生活起居嘅方式，或者你嘅飲食，或者你嘅情志究竟而家係咩嘅狀態，甚至有啲人的確可能係，例如可能食素啊、食生之後出現咗更多症狀之後，佢亦都會可能叫好奇啦。究竟自己係咪食得啱？咁呢其實都係要透過我哋頭先講可能四診合參，或者係即係一個好謹慎專業嘅診斷，咁先至可以同你分析到你而家即係排毒反應嘅階段究竟去到邊度，甚至預計可能係幾多個月、幾多嘅時長，或者甚至可能真係透過一啲嘅針藥反應，你可能係會出現一啲咩常見嘅反應，例如可能係汗吐下。可能真係成日之後咧，就係會每日都可能會屙多好多次大便，但往往可能屙完之後咧，個疾病就可以快啲。頭先講話加快排毒反應嘅進程，快啲邁向向愈嘅過程啦。咁啊，所以我哋即係我哋頭先講啦，如果你真係叫做經歷緊呢一個排毒反應啦，或者我哋頭先學習過一個疾病向愈嘅三大過程嘅時候，咁我哋最起碼自己可以做到嘢咧，就係先唔好抑壓。即係頭先講，我哋有時我有時都會同啲病人講，如果你係喺調理嘅過程之中，可能出現咗一啲特別嘅疾病，例如發翻次感冒，或者有啲大便屙出嚟嘅時候，咁我係要恭喜佢噶，即係意思係你終於可以將你啲陳舊嘅毒素排翻出嚟啦，或者你嘅身體終於開始慢慢向上啦。或者有啲人可能係啲本身啲痛症，本身係腰痛啊，然後調理下之後咧變咗頭痛，咁都要恭喜你就，因為佢可能係由好深層嘅地方，終於可以發翻去表層，甚至發翻一個感冒。咁其實我哋都會叫呢啲做一啲叫好轉反應啦，可以叫做係一啲叫預設到或者係預測到嘅排毒或者係頭先一開始講嘅明原反應。咁所以呢啲咧都係一啲我哋可能透過睇醫生啦，或者係透過我哋學習，好似今日學習咗呢個講座啊、中醫嘅內容呢，咁你會更加可能有信心去面對自己嘅病症，或者更加清楚到而家狀態大概係邊一個階段咁樣。係啦，咁啊，所以啦，我哋最後呢就會有一個 Q&A 嘅內容啦。咁我哋就住頭先嘅內容呢，如果大家係例如可能係自己一啲症狀啦，或者頭先一路大家都有留言，我都會答翻。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即係，雖然我哋唔可以叫做遙距離咁樣診斷啦，即係未必知道大家實際嘅狀況，咁但係都可以有少少嘅討論啦，去大家知道而家可能係面對緊咩狀態。咁而家喺大家即係一路打緊呢個問題嘅時候啦，都再少少嘅宣傳啦。我哋有一個嘅中醫嘅智慧分享嘅群組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即係 scan 呢個 QR code 咧，就可以加入到我哋 WhatsApp 嘅群組。
咁啊，其實就係我哋透過平時一啲可能日常中醫嘅智慧啦，或者係各種嘅我哋診所嘅課程啊，或者係一啲免費講座呢，都會喺嗰度去同大家分享，咁大家就可以即時收到資訊啦。咁而往後啦，我哋診所咧都會有各種，無論係線上啦，定係實體嘅一啲精彩活動。咁我嚟緊呢，喺5月啦，就會開辦一個全新嘅課程，係氣治身心。咁就係透過一啲我哋講運氣啦，或者係用氣嘅一啲功法或者方法，包括係可能呼吸啊、動功、靜功等等嘅方法咧，令大家可以真係唔係透過針藥嘅方式啦，而係透過用自己體內嘅氣去運行，無論係我哋嘅經絡啦，或者係五臟六腑，達到一啲叫做健康嘅狀態啦。而因為即係練氣功啦，坊間有好多種，咁但係我會喺呢個課程入邊就係會有一個醫師嘅角度去同大家分析咩係氣啦，以及可能大家去一路修練嘅時候，你可能出現一啲頭先講一啲叫排毒反應啦，可能有啲新嘅症狀或者係一啲新嘅反應，咁你都可以透過即係我哋大家互動啦，以後診斷呢，咁你會更加明白自己身體嘅狀態，然後究竟係有咩叫做針對性嘅養生方式咧，係可以幫助自己。咁啊，呢個課堂就會喺即係5、6月喺我哋診所嘅實體嗰度進行啦。咁而家暫時咧已經係滿額㗎啦，咁所以大家去填報名表嘅時候咧，就可以叫排呢一個候補名單啦。咁啊，我哋啱啱係的確有一位同學咧係成功排到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繼續報名啦。因為如果我哋有機會開下一屆嘅話咧，咁都會開放優先嘅候補名單進入報名咁樣嘅。咁我哋有機會如果日後真係開第二屆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積極留意啦。咁啊，而另外咧，我哋除咗實體嘅活動啦，亦都有線上嘅課程，方便大家可以喺屋企就可以上到堂啦。咁我哋我而家都講緊一個線上嘅課堂咧，叫做中醫14經絡啦，就係教大家去運用我哋14條最主要嘅經絡，以及係一啲循行嘅穴位咧，去幫助自己醫治疾病。咁我哋因為參加過今日講座嘅朋友啦，就會有一個2日嘅限時優惠，咁啊可以報名。咁啊，雖然我哋已經去到差唔多尾聲，咁但係呢一個課程咧會喺線上可以有1年嘅無限次重溫嘅。咁因為去到尾聲啦，所以同好多同學咧嘅互動都係開始去整合去使用，都收到好多好正向嘅 feedback 啦，係點樣去幫自己醫到病啦，或者係透過真係自己使用一啲經絡啦，去幫自己去治療一啲可能係重新出現嘅疾病，甚至係幫緊屋企人都可以醫病咁樣嘅。咁所以都係一個自我療愈嘅方法啦。咁而另外咧，就係我哋另一位醫師陳浩天醫師咧，而家都講緊一個叫4時養生嘅療愈之旅。咁我哋都係2日內啦，會有一個限時嘅線上優惠。咁因為透過學習4時養生啦，其實都係一個好似正向或者一個提升自己健康嘅方法啦。包括頭先講可能係生活啊、飲食啊，或者一啲情志嘅狀態。如果我哋真係可以學習點樣係順應呢個4季去生活嘅話呢，咁你的確可能就會慢慢可以叫做補充或者恢復自己嘅正氣。咁而喺入邊嘅內容啦，都可能會有講到一啲常見嗰啲嘅4季嘅症狀，其實都係同我哋今日講嘅一啲排毒反應啊，或者係好轉反應相關。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呢，都可以隨時報名。咁一樣呢，都係有1年嘅無限次重溫嘅。好，咁我哋再落呢，仲有啲時間，我哋就會開始我哋嘅問答環節啦。咁我就先睇翻一開始嘅一啲頭先錯過咗嘅一啲問題啦。係啦，頭先有個好好比喻，垃圾不嬲都喺度，之後係唔得閒掃翻出嚟，咪以為冇垃圾。係啦，往往我哋排毒反應咧，就好似係床底積咗好多垃圾啦。當你真係有力去打掃房間嘅時候，掀開張床，發現哇好多垃圾。咁呢個時候咧，就有好似一個辛苦要清理嘅過程啦。但係清理完之後咧，間房就會重新變翻乾淨。有人問頭先第2個階段正邪交真係咪已經會喺感冒時發到燒噶啦？如果感冒時發到燒嘅話，已經係2向3嘅過程嚟噶啦，即係佢應該係正邪交真嘅時候打緊交。咁所以就算喺現代醫學講啦，我哋能夠發燒，其實都係我哋免疫力啦，或者一啲叫做白血球最多嘅時候嚟嘅，即係佢係即係透過身體更加熱嘅時候咧，其實個抵抗力啦、免疫力係最高嘅時候嚟嘅。咁所以就係已經打緊交，甚至如果打贏咗咧，就可以邁向第3過程嘅向隅啦。
我分享下啦，我2個禮拜前我係發過燒嘅，咁就血壓好高啦，百幾140幾，有時160幾啦，試過。嗯，咁就嗰陣時係好腳軟，好冇精神嘅。咁就我本身有筋膜炎嘅，開頭就係右腳就痛先嘅，咁我又針灸一輪，咁樣好翻少少啦。咁就輪到左腳又有筋膜炎，咁就半夜有時會痛到瞓唔到嘅，嚇，有咁嘅情況。係，所以你係想詢問呢個情況究竟係排毒啊，定係有其他嘅問題呢？我想詢問我嘅方法係咪唔好定點樣呢？因為我就開頭有去做物理治療嘅，但係做下咧就覺得好似冇乜大作用，咁就我淨係針對係針灸同埋有少少食藥咁樣。咁我妹妹都有呢個情況係筋膜炎嘅，但係佢就應該係2、3個月就好翻。我而家蹲咗成年幾啊，叫做即係舊年嘅7月至到而家痛到吓。係，咁我哋頭先講啦，一開始你講感冒呢個狀態啦，我哋的確係發喺最表層嘅症狀，咁所以的確好多人去感冒嘅期間呢，係會可能會多咗痛症嘅，因為其實一啲痛係。症就喺譬如我哋肌肉啦，佢雖然嗯。未喺最皮膚最表面，咁但係都係相係。對表層啦，例如肌肉啊一啲筋膜嘅痛症呢，有機會可能呢個嗯。時候佢會想一下子咁樣發翻出嚟。咁當然，如果係。透過即係有好嘅感冒調養啦，有機會都可以參考我之前講過一個感冒講座，就係講點樣調養感冒。即係有好嘅感冒嗯。調養啦，或者係配合埋一啲叫做治療嘅手段咧。如果可以好似一下子即係叫驅除邪氣，頭先講我哋去翻頭先係。個包括，即係正氣充足嘅時候咧，可以一下子驅除邪氣嗯。咧，咁就會向雨啦。咁但係往往反映就係而家呢個狀態，的確可能身體真係比較虛弱，咁所以佢就會一直嗯。拖延啦。因為如果係講嗯。緊可能2星期嘅感冒，其實都好耐嘅，甚至係講緊如果係。一個病佢已經超過月啦，或者以年計嘅話咧，咁的確係一嗯。個相對深入啦，或者係已經本身係一個比較向內嘅邪氣啦，佢可能需要一個階段嗯。去發翻出嚟。咁啊，頭先嗯。聽你講，可能係睇物理治療啦，可能係一啲，譬如物理治療就會做一啲可能筋膜嘅人嘅調整啦，或者係做一啲局部嗯。嘅針灸啦。咁咧通常講物理治療就係處理局部嘅問題多啲嘅，或者係處理表係。層嘅問題多啲啦。咁所以佢嗯。未必可以解決到可能你本身正氣虛弱嘅問題。咁所嗯。以如果可能係因為即係物理治療嗰種針灸咧，同中醫嗰種針灸係唔同嘅。佢主要係。係處理一啲部分嘅疼痛啦，咁所以佢有機會可能針完之後，佢的確會令到你局部可能係打贏仗嘅。咁但係嗯。如果係你身體本身裏邊，尤其可能五臟六腑都有好多身體虛弱或者邪氣嘅話，佢係。未能處理到咧，咁頭先講可能局部嘅痛症佢又會重新出現翻。咁所以係。呢個可能真確係需要即係一個完整嘅，真係可能要食藥治療啊，或者係一個再嗯。要清楚知道自己生活可以點樣去改善啦，即係包括係可能啊。本身講緊感冒嘅調養，又或者係生活起嗯。居啊、飲食啊，或者一啲嘅情志嘅問題，係。佢都會相關。咁可能就係啊。要係啦，需要一個再詳細啲嘅診斷啦，以及係一個療程啦。嗯。嗯。希望可以答到你因為嘅問題。我係本嗯，身就發燒嗰陣時係都有咳嘅，我喺3月頭已經開始咳到而家都斷斷續續啦，又試過黃痰啦、白痰啦，又試過好結啦，又試過好稀咁樣咯，啊，即正係不斷反應就係你個嘅感冒係未重複咯，啊，醫好啦。通常講感冒之後係啦係啦。開始咳咧，就係已經開始往內走去到個肺臟，咁所以嗯。感冒係啊係啊。一直都未醫好啦，所以就係啦，都建議啦，希望可以積極，起碼去即係醫病啦，即係要照顧好係啊自己嘅身心。嗯，係啊係啊，唔該好，晒你嘅意思。多謝你嘅分享。好啊。係，見到頭先有啲人都回應係，我好多年都冇發燒啦，係中咗流感，上年中咗流感之後高燒，係啦，即係好多人都好虛弱啦，成日都啲病都發唔起。有人問，咁我點樣知道自己係弱到發唔起病，定係健康冇病？咁呢個的確係需要診斷嘅，因為如果你係冇即係冇特別一啲好似排毒反應嘅症狀啦，咁好似頭先講話疼痛咁樣，不痛不癢，可能真係病入自心，又或者健康人佢的確可以係不痛不癢，即係其實唔係叫不痛不癢啦，即係冇任何嘅疼痛啦。咁所以呢個可能的確係需要一個專業嘅診斷，
例如我哋平時都會可能教人望面色啊，或者係教人點樣去即係觀察自己身體嘅感覺，咁呢啲都係一啲嘅參考嘅角度啦。例如好似就咁講話觀察自己嘅感覺，例如好似有好多人都係譬如會頸緊膊會緊啦，咁有啲人可能解釋就係我成日會坐 office 咯，或者會用條頸啦。咁但係往往如果你就係緊嘅話，咁的確可能都係一個發唔起嘅狀態嚟嘅。因為通常如果腳部比較健康啲咧，應該係會直接出現疼痛，咁就可以打交啦。緊嘅意思就係通常尤其一啲寒氣啦積住咗喺度之後咧，佢就淨係停留咗喺度，咁佢又散唔走，咁所以就好似變咗個長期慢性病，就得個緊字啦。咁所以的確好多人去即係我哋可能叫亞健康啦，有機會都係一種未必發到病啦，或者係發病可能就係發到一半，唔可以一下子咁去驅除晒所有邪氣。有人問，咁更年期之後冇月經係咪冇好嘅渠道排毒？的確月經對於女士嚟講係一個每個月好好嘅排毒途徑啦。咁但係都唔係話更年期停經之後就冇嘅。頭先我哋講話最起碼有3大個汗吐下嘅方法啦。如果真係講緊，尤其月經對應下焦啦，如果係一啲肝腎嘅疾病，咁可能常用都係用一啲叫下法嚟大便小便嘅渠道去排毒啦。有人話狂咳有龍痰，西醫開抗生素食2個禮拜算係抑壓手段嗎？抗生素的確係一個好強勁嘅將啲毒素殺菌嘅一個或者叫消除嘅一個手段啦。咁所以的確好多人係好容易會壓咗啲病落去嘅，以及係如果食2個禮拜都幾長嘅。咁所以有機會可能食完之後，可能啲痰係清咗，或者係咳嗽冇咗，咁但係可能會重新出現翻其他疾病啦，又或者可能當你正氣再充足翻嘅時候，有機會可能會再重新想咳翻出嚟都係嘅。有人問，例如皮膚問題，服藥後出現更多嘅疹，點樣分辨係好轉反應定係加劇咗問題？咁呢個係你要詢問翻你嘅醫師啦，因為佢如果係假設係服藥之後，如果例如係有呢個叫做可預測嘅反應啦，咁佢應該係會同你先講定咗，可能係會出現更多疹，或者可能會出水啊，會痕多咗啊，咁佢會預先好似俾個心理建設你，就同你講呢個係排毒反應。咁但係呢個的確都有啲嘅藥物啦，可能食咗之後，可能真係敏感多咗，可能真係會變毒咗㗎。咁所以呢個係要詢問翻你嘅醫師嘅專業診斷。有人話如果食極藥都冇反應呢？如果食極藥都冇反應啊，通常會考慮2個狀況啦。一係有啲人的確可能真係太虛弱，咁的確可能你用一啲好強勁嘅藥物，佢可能都係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啦，或者需要耐性去等待正氣恢復啦。咁啊，另一個狀態都係我哋即係中醫，我哋頭先講話有3個階段叫寒吐下啦，係啦。咁啊，其實我哋實際上中醫喺現代啦，有講其他嘅治法，係有第4法咁樣就叫和啦，即好似調和咗咁樣。咁係因為好多時可能有一啲叫，亦都會關藥物嘅劑量問題事啦。例如有啲人可能都聽過，可能食中藥，可能食咗可能開咗1個月藥，但係其實食極都好似冇乜反應。咁有機會可能真係會，如果係症狀好翻，咁可能就係透過一啲叫做輕劑量啦，去令到身體調和咗。咁亦都有機會可能係劑量不足嘅問題，令到個病情有機會只係順住一個好慢嘅方式去發展啦。有人問身體成日太攰點樣改善？話如果身體成日太攰，咁起碼順應身體智慧啦，就係要多啲休息。咁如果改善嘅話，我哋可以透過即係個生活起居啦、休息啦，或者係一啲飲食去點樣補益身心啦，又或者係情志上點樣令到自己冇咁勞累，甚至真係如果有即係長期嘅症狀啦，透過一啲叫做針藥嘅治療，咁的確可以加快呢一個嘅症狀嘅恢復嘅。感冒之後失眠，醒咗之後仍然好疲倦，頭重重同埋腳軟，咁代表係呢一個感冒發完之後呢，未必能夠清除晒你一身嘅所有舊疾啦，所以仍然係一個生病嘅狀態。咁所以就建議你繼續係要積極咁樣去醫治啦。因為尤其係一啲比較虛弱嘅人啦，就算我哋好似經歷緊頭先2號嘅正邪交爭，發一場感冒，佢都未必可以透過1次嘅感冒就清走晒所有疾病嘅。因為通常講話感冒係發喺最表層嘅疾病啦，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本身係有啲好
尤其腳軟啊、頭重呢啲咧，都係講緊，尤其可能係同下焦虛弱，就係講緊下部分嘅身體都虛弱有關。咁所以可能一次嘅感冒真係未必可以清除晒所有邪氣，咁就要繼續積極治療啦，繼續令自己可以身體進步。有人話生完 BB 後間中腰痛點算好？要打止痛針。咁啊，生完 BB，一嚟都要考慮係嗰陣時嘅生育後嘅調養啦。咁如果係身體虛弱咗之後，又或者係尤其係我哋講下焦啦，可能係腎虛嘅問題，咁佢的確係可能會產生疼痛正齊交針咁。咁啊呢個情況，打止痛針的確係一個比較抑壓啲嘅方式嚟嘅，即係好似我痛嘅時候，咁就會消除個痛。咁但係如果你嘅腰痛都係反覆發作啦，咁係代表緊佢每一次其實都係想再重新打交，去將尤其係腰部嘅一啲邪氣散出嚟。咁啊，所以呢個時候，都鼓勵你唔係淨係打止痛針啦，都去可能係用一啲嘅方法去認識下自己腰痛嘅成因，以及係平時腰痛無論係針藥嘅治療啦，或者係生活上啊、飲食上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自己，即係去我哋講話去根除呢一個病痛啊。因為如果係純粹不用靠止痛針啦，可能去到抑壓某一個位置，有一日你真係唔腰痛啦，都未必係真係個病好咗㗎，有機會可能係病根仍然在，只係正氣太虛弱，唔可以繼續重新發到一個腰痛出嚟。有人問 cancer 都係排毒可以治好？所有嘅症狀啦，或者疾病，我哋都係透過頭先講最大嘅方式，就係扶正驅邪嘅方式啦。咁的確，因為 cancer 嚟講，積聚病、癌症係一啲好深入嘅病，咁所以我哋往往可能會有啲嘅治療手段啦，可能會選用一啲比較強烈啲嘅排毒方式啦，例如可能係好強烈嘅去瘀啊，或者係真係一啲化療、電療。咁但係往往我哋都要考慮就係正氣強弱嘅問題，因為如果我哋通常講話積聚病去到咁深入嘅話，咁往往係佢已經穿過咗你好多層嘅防衛機制啦，去到一個好深入嘅地方都打唔到交，最後積聚喺某一個地方。咁所以我哋今日講嘅排毒反應啦，都唔係一味話追求排毒，或者係的確要點樣幫自己寒吐下啊，好似要屙晒啲嘢出嚟，唔係咁樣。而我哋排毒反應個基礎，頭先講嗰三個階段呢，都係以正氣為基礎。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我哋一定係要斟重喺正氣嘅強弱啦，佢嘅充足。咁啊，排毒其實可以簡稱係一個好似副作用啊，或者係一個可預示嘅反應啦。往往其實我哋個斟酌點咧，其實應該係去處理緊正氣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唔係用一味排毒嘅方式啦，因為如果我哋有啲人就會好堅持啦，或者係覺得一味排毒嚟，可能飲一啲排毒嘅果汁啊，或者係點樣幫自己瀉啊，就覺得好似身體暢通啦。或者有啲人可能便秘咧，就去通便啊、灌腸咁樣，咁的確係會幫你排走啲毒素。咁但係如果你冇處理到個病根，例如本身可能係腸胃嘅虛弱嘅問題啦，令到自己唔可以有力咁樣排便，咁呢個問題先至係我哋想更加治本或者係針對嘅問題嚟嘅。所以我哋即係排毒反應個重點咧，其實係喺扶正驅邪，輔助正氣，令到正氣充足。有人問治療之後有排毒，但係點知道已經完成排毒完？咁啊，通常排毒完嘅話，如果你係經過治療嘅話咧，咁你應該係可以詢問嗰個醫師去診斷究竟你而家嘅狀態係咪真係叫排毒完啦，或者係真係正氣充足嘅狀態啦。咁所以如果當你係真係正氣充足嘅話咧，就算你重新可能受病啦，咁你都應該係有嗰個治癒能力去再次將一啲嘅毒素邪氣排走身體嘅。所以凡親應該經過治療啦，咁應該係可以詢問翻相應嘅醫師啦，咁佢會有佢嘅治療方案啦，或者係治療嗰個嘅途徑啦。有人問艾灸係咪可以幫助排毒？艾灸係一種係啦，中醫常用嘅治療方式啦，通常就係對一啲尤其係寒症啦，或者係虛寒嘅疾病。當然有部分嘅一啲熱病啦，我哋都會透過以熱攻熱佢方式去做啦。咁所以的確係嗰個結果，有啲人可能就會排走啲寒氣啊、熱氣啊，或者係甚至係一啲濕氣淤血咧，咁都係可以幫助排毒嘅。有人話反覆嘅尿道炎，食咗消炎藥之後都會不斷復發，結果食咗1年低劑量嘅消炎藥，然後就唔再發炎，就係醫好嗎？咁啊，尿道炎係一個西醫嘅病名啦，咁所以通常佢會用一啲嘅
驗血嘅指數啦，或者係一啲症狀嘅考慮個疾病究竟好翻未嘅。咁但係如果你係講緊服燒完藥去，但係都不斷復發嘅話咧，咁都係考慮緊其實係有機會係一個治標不治本嘅方法啦，因為發炎唔一定係淨係要用可能叫清熱或者消炎嘅方法嚟嘅。咁所以唔係淨係話好似發燒退燒咁就係病好，咁都要考慮緊係你整體個身體嘅狀態啦，甚至我哋可能係觀察面色係一啲好客觀嘅一啲嘅診斷嘅方法咧去知道。媽媽92歲，自從上年8月底跌咗一次好嚴重，之後2月開始咧就咳到而家，成日都會咳嗽到佢難呼吸，亦都咳唔到痰，晚上咧都會咳到唔可以瞓得好。最近身上有好多處發濕疹，有冇方法？喺度好多病症啊！如果真係呢種情況咧，建議真係要求診醫生會比較好啲，因為病症比較複雜啦，而且係老人家跌低之後，的確係可能會產生一啲叫嚴重嘅慢性病啦，或者後遺症。咁但係如果係即係通常講有病就真係盡快醫病啦，尤其如果係已經拖延到去咁耐嘅疾病啦，咁我哋通常都唔建議有一啲即係抑壓嘅方式，反而就係更加有一啲針藥嘅治療咧，去令到佢而家例如如果發到咳嗽，咁就可以將起碼係肺嘅邪氣可以排走。咁啊，包括濕疹啦，都係一啲叫做表皮嘅或者叫表層嘅狀態啦。咁但係當然濕疹其實都包括埋同我哋起碼係下焦嘅氣血都有相關。咁所以其實係一身都病緊，咁所以就唔好再拖延疾病啦。拔火罐可唔可以排毒濕氣？幾多時間一次？通常拔火罐都係有一個溫熱嘅方式去排走，尤其係寒氣、熱氣、濕氣或者甚至有啲淤血啦。咁但係通常拔火罐咧就係對應一啲比較表層啲嘅疾病，例如可能係皮膚啦，或者係一啲肌肉筋膜嘅疾病啦。咁佢係可以排毒嘅，咁但係都要留意翻係咪可以對應到你本身嘅症狀。幾多時間一次嘅話咧，就真係要視乎你嘅疾病以及係即係醫師嘅判斷啦。經常喉嚨痛但係冇咳，係病唔起啊？定係免疫系統 OK？喉嚨痛的確係唔需要一定係咳嘅，因為咳就係另一個肺系嘅疾病啦。咁啊，但係經常喉嚨痛都考慮到其實係一個已經有寒熱錯雜嘅問題啦。咁尤其如果你嘅喉嚨痛唔係一種即係劇痛或者係痛完之後就好翻嘅話咧，慢性嘅喉痛通常都會考慮係可能係同虛火有關，即係講緊尤其已經係上焦虛弱啦，或者係下邊都有虛火上嚟嘅狀態。咁所以佢喉嚨痛、喉嚨嘅疾病係唔一定同咳嗽嘅疾病相關嘅。咁而實際上你係咪真係病唔起呢？咁啊呢個症狀如果一度反覆嘅話，咁都可能係講緊你有一路有啲叫做寒氣、熱氣，一路都係未清除緊。咁所以最多可能係講緊係長期喺喉嚨有正邪交爭，但係又未必可以一次過去到向與叫做健康嘅狀態。咁我哋今日嘅講座咧就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希望透過即係今日用一啲比較簡單啲嘅文字啦，或者係概念俾大家知道排毒反應啦，甚至係我哋疾病向愈三大過程嘅去向。咁啊，希望大家無論任何嘅症狀啦，或者係身體不適咧，都可以即係積極去面對，甚至係當不適嚟嘅時候就更加。即係照顧身體啦，唔好採用啲抑壓嘅方式啦，反而係一啲採用啲更加好或者及時治療嘅方式，令到可以快啲邁向第3個階段，真係正氣充足而疾病去除。咁啊，我哋日後嘅課程活動啦，或者係其他嘅講座呢，亦都會再喺呢個 WhatsApp group 度同大家去提供。咁我哋有緣呢，就再喺無論係線上或者實體嘅課程再見大家啦。感謝今日大家嘅參與。拜拜，晚安。